奉献啊，奉献哦，祷告是刚刚2页的那个。弟兄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搁一届带领咱每一个人来到伊的宝座前，伊圣殿中，咱来敬拜伊。咱安静家己的心，无论咱拄着啥物境遇，相信上帝拢会听咱的祈祷，上帝拢知影咱的心思意念。刚才拄着这困难的时阵，咱犹原爱知影，咱犹原爱坚信上帝的圣神，甲咱三角地地帮助咱，带领咱头前的道路。只是用这首诗来做咱开始的祈祷。
我情。我用彼得来甲你他情，我要追求你。求你甲我同在，每一个人的机会。我要向你，我要守在，你让我追求你。拜我祈祷，为这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你若做主，我手袂当做。为这摆我祈祷，我所的真山，得路的方面，我的高贵你。拜我祈祷，为这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你若做主，我手袂当做。为这摆我祈祷，我所的真山，得路的方面，我的高贵你。拜我祈祷，为这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你若做主，我手袂当做。为这摆我祈祷，我所的真山，得路的方面，我的高贵你。你要记20章26节安尼讲，你乃归我做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佮叫恁甲万民有分别，互恁做我的子民。为邀请兄弟姊妹，咱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家己认罪来祈祷。咱的主甲咱讲，伊是圣，所以恁着爱正圣。因为恁甲万民无共款，恁是对万民中分别出来。咱为着家己来祈祷，开声大声为着家己认罪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你对恒星就知我的意所意念。主啊，我知我确实一个罪人，我来靠家己的意志做完全的来。主啊，虽然阮有愿意的心，总是阮常常伫罪恶中来转世。啊，爸爸。阮深深得罪你，求你怜悯阮。你讲，恁着圣洁，因为我要我你的上帝圣洁。主啊，求你用圣情来管阮，充满阮，更新阮。求你降落圣洁的火，一尽消除阮内面一切无洁净的、无属于你的，互阮才得一个圣洁的器具，是你所欢喜的。合伫你圣工来使用，感谢俄罗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罗马书第8章37节安尼讲，靠着咱的主，伫一切代志顶面拢通得胜有存，因为我深深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即摆的代志、是将来的代志、是悬的、是低的、是别的受造的物，拢袂通叫咱甲上帝听三隔离。上帝听咱。无论咱拄着啥物境遇，拄着啥物关山，拄着啥物不足的代志、伤心的代志、忧郁的代志，咱的主明白伫圣经中间甲咱讲，这物拢袂当叫咱甲
咱的主，咱的上帝听三家哩。我邀请咱的姊妹，咱来感谢咱的主，感谢咱的上帝，有这么大的疼痛伫咱的生命中间。伊疼咱每一个人本来的样相，你什么形象，伫咱的主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拢是无法度取代的宝贝，所以唔通看见家己，咱爱知影，咱伫主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珍贵。咱为着家己来祈祷，咱也感谢上帝听咱教训，甚至佮将伊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赏赐予咱，互咱会通对待了后，咱就甲咱的主耶稣三个人，虽望咱会拄着困难，虽望咱会拄着最艰难的事，总是咱真清楚，咱也的确爱明白，咱主伊疼咱教训，伊的疼，互咱无因为外在的这环境，甲咱三家哩，咱大家开声来祈祷。感谢了你，主你听阮，主感谢了你，这个听是何等大的听，我实在是我都变就阮表达主啊，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在你的手中，我们服了你，你是看你受尊重的主，你是看你受恶乐的主，阿利路亚，你是我的主，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深深听我，主你听我们每一个人本来的形象是上真实的我，主你完全接纳我，虽望我有软弱，虽望我常常灵心倒退，总是你看我亲像宝贝，你甲我揽条条，主啊，我只想要爱安歇伫你的心一个下面。愿较无会当搁较多进入你的同在，享受你无限的疼甲包容。愿生命上大的愿望，就是伫你的稳定中间，伫你的疼痛内面，行完人生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有当你的手，基督。我手会通做，为一摆我祈祷，我山的前山，落路的高平，我的高飞到你。为一摆我祈祷，为一摆我祈祷，我有当你的手，祈祷。手，你的罪。
安尼讲，你是耶和华伫云条中间带领因的道路，伫暝时伫火条中间光照因，互因无论日时，无论暗暝，拢会通行。这以色列百姓伫旷野中间行无方向的时阵，主耶和华伊就赐落云条、甲火条，无论日，无论暝，拢咧带领因头前的道路。而即马，咱每一个有限的生命。咱每一个人，小想咱的主来带领咱头前的道路。虽望咱看袂到火条甲云条，总是圣神的带领，就伫咱的身边来引带咱、帮助咱，互咱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境遇中间。拢有圣神的带领甲同在，就我邀请兄弟姊妹，咱谦卑来祈祷，咱谦卑来感谢，感谢咱的主有圣神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带领。咱大家开声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感谢阮的生命道路坎坷。有最困难，有最摆咧伫阮头前阻挡的代志，总是阮心中知，你一直拢伫阮的身躯边。有时阮无法度明白，为着阮，为什么阮会担这个重担？就总是我的确相信，你一直咧牵阮的手，替阮刷开大山甲大海。主你的话，互阮明白，你的疼永远袂改变，你也保守阮的心怀意念。我们伫这个所在大声来宣告，主耶稣，你一直拢伫阮的身躯边，我们永远抓条你的双手，无要放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以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6节安尼讲。万军的耶和华讲，毋是我靠权势，也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我的神。毋是我靠权势，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我的神。兄弟姊妹，有圣神同在的圣工。才会当带来教会的复兴。求圣神充满伫每一个属伊的百姓，互咱咧做圣工的时阵，充满上帝的智慧甲开力。这时阵，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最后为着教会的3位牧者。夏牧师、谢牧师、詹牧师来祈祷，同时也为着咱教会所有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求圣神恩典大大管辖伫咱富强教会，宣告富强教会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大家开声为着这项事来大声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主啊，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主啊，我哋呢边只恳请我哋感谢，恳请我哋祈祷。主啊，我们大声话靠主的信，我们大声话靠主的信，靠主来引导富强教会，我们所有的相信圣神的同在，主啊，带你来帮助我们教会所有小灵属刚圣神的同在，阮所做的关系，所有的灾难拢是抗议。主啊，帮助阮伫这个中间，真正有满有上帝。
地稳定甲疼痛，主啊，圣神的同在就临到富强教会中间，帮助阮，哈利路亚，感谢主。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阮需要你的权柄，需要你的快乐，求你听甲合一的灵，充满伫教会甲所有的信徒中间。主啊，求你帮助阮，无看彼此的无分别，是要注目伫更较重要的基督的心意顶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求你帮助阮伫生活中间，真正活出基督的听。佮深知只有通过圣神的快乐，才通真正成就你所欢喜的成功。主，我感谢恳求你，赐了温哥的关押，带领你的囝儿、查某囝，注目回转归向你，吸引更较多的百姓来认捌你。主，你是黑暗中的亮光，赢过一切黑暗的关系。你是世间人的光芒，也求你改变阮，改变这个世界。阮搁一改变宣告，主你的圣神的确要成就新的事、新的温哥、新的稳定、甲新的光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我
冠名，为荣光你生命。主，我要阿拉你，尽心尽力，为你要找到人生的意路。哈利路亚，主，我真是要你，真心真意，我要保佑你，奇妙大冠名，为荣光你生命。主，我真是要你，真心真意，为你要找到人生的意路。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佑你，奇妙大冠名，为荣光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为你要找到人生的意路。哈利路亚。上帝，我要学到你，我要伫你的面前拍拜、祈祷，也伫你的面前领受你天顶来的祝福甲恩典。主啊，我要心中唱出，阮真实听你，是要用阮的真心甲真意，因为阮要保养你奇妙的大冠名，要归荣光伫你。主啊，互阮用心神、用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欢喜这款虔诚伫你面前祈求、祈祷、敬拜你的百姓。主啊，今仔日我搁一遍组织伫你的圣殿同心聚会，愿我的敬拜归荣耀伫你，正向的姊妹对心灵中领受到天顶来的祝福。主你话语美好的启示，也阮重新得到开力，面对人生任何的挑战。愿阮今日敬拜，主你圣神亲自引带，阮感谢你有这个福气，三甲组织，也为着做这兄弟姊妹伫连续假日出外，求你也带领因的出入，拢有你的看顾。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错咱一日死，就叫阮脱离你的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名第5篇，诗篇第8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应。上主啊，主啊，
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着要塞，封闭敌人。看见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安尼关心？你创造的人，互伊比天才搁较加。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啊，主啊，你的威严遍布全地。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至尊至圣、全能的父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将永生的活命赏赐予阮。伫你的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因我靠耶和华的喜乐是阮的快乐。求主刚强阮的心，帮助阮每时每刻拢活伫主你喜乐的恩典中，将阮的困难交托予主。我靠主，伫各项的环境患难中，阮犹原喜乐，因为患难是忍耐，忍耐是老练，老练是毋忘。阮愿意顺从信心的引带，凡事祈祷感谢，求主帮助阮的内心清洁有正直的人，专心专意跟对主。感谢主，总是随平传道，丰丰礼拜。恳求信心引带，随平青年事工牧师来帮助富强教会的事工。恳求主嘛带领阮的下牧师、接牧师、站牧师，有主你的信心保守来保守看顾。愿主赐福阮的牧师，无论做啥物，拢有荣耀主的性命来行。我嘛愿意顺从阮牧师的带领，甘心乐意，军队牧者的羊群，时时读经、祈祷、默想的灵修生活，超练敬虔甲知足的心，终日同工信徒有健康佮丰富的属灵生命。主啊，怜悯的天父上帝，只是嘛为着阮教会中具体欠慢、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将一切的病痛、忧伤、困苦提去，愿得到完全的医治，照着耶稣基督所赐的快乐，将家庭、工课、经济、服侍、人际关系，无论伫任何的情况下，拢领受主你的喜乐甲保守。无论即时阮的人生拄着什么困难，对主来喜乐、平安甲祝福，胜过埋怨、不满甲怨叹。求圣灵充满阮，有对主你来的智慧甲快乐，引带阮一生。即时我嘛恳求信心教阮伫地，赐阮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互下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安稳喜乐打落吹，互伊所讲的话句句带着属灵的快乐，丰丰富富吸收着阮的心内，正到兄弟姊妹信仰甲生活顶面的提醒，通过信息的启示来经历你奇妙稳定的听堂。当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圣经有两位的圣经，第一位伫诗篇第5章第7节11到12节。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圣殿敬拜。所有找你做骗人所的，求你互因欢喜，互因欢喜出声无停，因为你庇佑因。
愿这个意爱你名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上主啊，你要赐福予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衣。第二位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拄着境遇，拢爱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遮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先去读这遮，愿主赐福听通伊话的人，赞美，请管弦乐团信歌队。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因他活着，请咱会众伫唱第2段的时阵，咱大家做伙来唱。因时线请校牧师讲道，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安稳喜乐打落吹，请咱恭敬来领受。
咱大家用拍鼓声，学到上帝。真多谢乐团甲圣歌队带咱唱这首《因他活着》，这首咱大家人足爱吟的诗歌，愿主的荣耀得到学乐，得到称赞。今日姊妹大家平安。看到咱的乐团安尼因真用心练习，伫遮来服侍，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讲，咱来敬拜上帝，咱伫教会各方面的服侍，咱拢有种心意，就是讲，我要将上好的来奉献给主。以早咱庄脚的时代，咱有真侪咱的长辈，因无有啥物款特别的迄款才能，但是因就是会晓种真好食的果子。种真好的五谷米粮，所以当因感恩节的时阵，因就讲：安那我会当奉献什么给上帝？因就经因兜安尼出产上水、上甜、上好的果子，到伫主的面前。看起来这甲伫教会服侍无直接关系，但是迄个心意、迄个心态，当然教会昨昏有为着咱的水平牧师。来举行就任封牧的礼拜，看见咱真侪兄弟姊妹，大家人伫各站面，大家工位安尼都真尽忠咧服侍，嘛，互我非常的感动。这感动毋若是在伫咱兄弟姊妹，大家人真尽心相配合，昨昏咱的礼拜堂坐满满吼。搁较一项是讲，大家人看即项服侍非常非常的注意。我会记较早，当伫庄脚也是较偏僻的所在，有时欠缺服侍的人才啦吼。所以吼，咱拢有一个心态讲，有就好，有就好。咱台湾话讲有就好吼，听起来是讲无比无较好，但是有就好。即马这时代袂使安尼讲。所以我看见咱福阳教会兄弟姊妹，拢是上好的，准备上招备的来服侍主。这我想，咱有一句话讲，要服侍上帝，要传福音吼，毋是凊凊彩彩扫来就要用哦，毋是啊，咱是专业服侍主，这嘛是上帝所欢喜的。传福音，咱幸福小组用足侪时间，用足侪准备。咱的乐团因为着要献出一首水的乐曲，毋知伫厝里练偌侪摆，彩排偌侪摆，兄弟姊妹。用安尼来呼召咱，也是讲勉励咱大家，咱伫主的面前敬拜的态度嘛是同意思。这是今仔日咱对这段经文以及今仔日的信息伫遮开头要甲咱大家学习的。咱要分享进前，咱先来做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圣殿中经历着你同在迄款的快乐、甲信心以及愿望。阮看见一个兄弟姊妹伫这连续假日的时阵，悠然将这段时间分别做成，阮就知影主你的疼赢过一切阮所需求的。主你的恩典甲保护，也是阮第一需要甲愿望的。主啊，你的话要成就阮的快乐甲帮助，愿你亲自圣神对阮来讲话。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同款的心情啦吼。咱的一生若会当逐日安稳喜乐，安尼这世间就别无他求啦吼，就无啥物其他通困扰的啊。咱自从手机开始流行迄个赖以后吼。咱台湾就流行一种叫做长辈图，大家捌听过吼？什么叫做长辈图？逐日早起你就收到足侪安尼足水的画面迄图片足水，内面的画词无一句歹的对了，无人会写一句歹的话，甲你祝福早起嘛。哇，看到安尼赏心悦目，实在是足侪人收到，感觉讲心内有一点安尼快乐安尼吼。但是少年人嘛会感觉讲迄种加讲的啦，迄一大堆无路用啦，
看到就甲删掉安尼。不过我有一个感受啦吼，啥啦有长辈图会写遐尼多祝福的话，迄就是代表你我大家，咱心中上大的期待就是安尼嘛。你敢会讲，这个长辈图看了伤济无爱，但是你敢无需要内面讲，祝你日日拢平安快乐，啊，祝你一生拢健康，这拢需要。这是咱人之常情。较早吼，都爱用见面甲你请安，啊，用敲电话甲你请安，即嘛免一张图发出去，会当发几啊百个。啊，他即款的心态，你我大家无啥物讲意见无共啦。但问题是讲，咱即款的期待真正得到，对咱的信仰有啥物款的学习？今日咱读两位圣经节，一位是诗篇5章5篇7节到11、12、12节。这段经文吼，内面好似就唱着一个密码。什么密码呢？是讲诗人讲，我要去到上帝殿来敬拜，啊，毋过是啊敬拜，我会得到这款的欢喜快乐咧。啊，这个是叫做密码。有迄个原则，有迄个线索伫咧，啊，无就像长辈图，大家嘛收到，啊，你好我嘛好，但是有真正得到无？迄才是重要，敢毋是？所以第7节讲。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这句听起来，都真平凡、真水嘛，吼。也毋过兄弟姊妹，咱若好好来思考，咱讲圣经的话，咱都爱吟味，咱都爱像在播物件，慢慢啊播，慢慢啊播。我感觉有一句话，唱着这个密码，是呢。咱逐个人基督徒拢受鼓励，讲你都要来做礼拜，你都要来教会，这无人佫讲这无影。但是问题是讲，你来做礼拜是照着你的习惯，还是照着咱大家兄弟姊妹咧烧酒无来歹势，还是讲中级定咧甲你关心，你无来吼，会互人安尼甲你问安尼。诗人讲吼，这个拢基础啦。是因为有上帝丰盛的慈爱，所以我爱来啦。咱台南无偌久以前迄个米其林看到讲台南有偌侪必比登的推荐的，迄店什么排队店安尼，有的人排咧到地排2点钟伊都要去安尼。咱拢看见讲。有真多的所在你毋免招呼人，就想要去啊，因为我都意爱要食这味啦，我就爱要去嘛啊，这个所在非常的水，我就是要去看嘛。啊，你若讲受到要求，牧师交代爱守主日，你守几摆啊？你就为啊，敢毋是？啊是有你的是大人甲你鼓励，啊是你的另外一半甲你讲，啊咱毋去做礼拜。这拢是一个定力无毋对，但是根本，就是因为你有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慈爱。诗人的讲法是讲，毋是我爱要来呢，是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才有机会通来。迄态度无共款啊，对毋对？好亲像讲啊，这个音乐会遐尼啊水，遐尼啊好，啊像这个运动的比赛是非常的热门我都爱好不容易拜托人买票，我才能入去的。你敢毋是半暝都爱去等要拜票？同款意思，因为你知影讲我会当入来上帝的圣殿若毋是主丰盛的主爱，我这无资格呢，我这无这个份额呢。所以因为你这款的态度，讲心存敬畏，我伫主内底。伫主的圣殿敬拜，迄款的态度、唱歌、吟诗、祈祷、做服侍就无共款。这也通讲，我讲这首诗篇内底，迄个话词真平凡、真水啊。但是迄个关键，也是讲迄个前提是因为我家己去经历到上帝的慈爱，上帝听吸引我，袂需要排队要去看演唱会，也是讲我爱要去。
看一场足精彩的运动比赛。因为这款上帝之爱、敬畏上帝、人入基督的殿，伫11节内底有个描述吼。伊讲所有寻求你做避难所的，求你互因欢喜，互因欢喜出声无停。意思是讲，咱会晓超找主，要祈求，要跟对主的，求你互因欢喜，欢喜无停。因为你必有因，因为遐爱你的名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在找求主，伫伊个看顾野杂做避难所的人，遐个伊爱上帝的名的人，就要得到欢喜甲快乐，而且是讲欢喜出声无停。安尼，当人超找主、求主来保护的人，伊就有即款的喜乐对心底出来。所以安稳喜乐倒位求啊，打落去找，是迄款欢喜找主的人，遐个伊爱上帝的名的人，因就要领受即款上大的福利就对吼。所以诗人甲上帝讲上主啊，你要赐福互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因，赐福互义人。赐福遐个行行事为人正直的人，就是接近上帝的人，照主的教示来行的人。对这个经节做开始哈，咱后壁面还有另外一段，咱第二部分才来做为学习。拄则咱读的这经文，搁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哈。诗篇五篇第7节讲。人会当进入上帝的圣殿中敬拜，是因为伊的丰盛的主爱。这款是上大的呼召，毋是讲咱富强教会哦，设备啊足水，内面冷气凉凉啊，我入来才休困一下，毋是这个意思啊。真侪人吼讲走去麦当劳吼，坐几啊点钟，毋是要食伊个物件，讲内底真舒服安尼。那为着舒服，足侪所在会当克服啦。但是因为你来到上帝殿，你知影讲，我是因为伊丰盛的主啊。意思讲，入来到内面，你整个的心神，你整个的思维，有上帝奇妙会甲你同在。所以敬拜者敬拜的态度是心存敬畏。所以这都毋是讲用话声才会使，是因为你家己已经存着这款领受着上帝之爱。你用着感恩敬畏，要领受祝福的心。所以因为有这款的主爱，你的态度是敬畏，你是恭敬拍拜。兄弟姊妹，伫拄则的经文第2段讲，得到上帝庇护的人，这是中文的吼，中文的意思，就是讲找上帝做避难所的，要欢喜快乐唱歌，因为有主来喜乐。讲义人就是行事正直的人，有主的怜悯，亲像盾牌在甲伊保护。这经文综合起来讲，一个基督徒要领受到安稳甲喜乐，一个听主的人、敬畏主的人，要得到安稳，是因为伊找求上帝，爱主的名，行事正直，这个保护就永远甲你伫地。这是基督徒一个上大的恩典。所以兄弟姊妹，上大的恩典是甚物？有上帝之爱。你有上帝之爱，会当伫伊圣殿来敬拜伊，来朝见伊。有主的保护，你通得到真正的安乐甲安稳。迄个心思是对遮开始的。迄就亲像咱感恩是大人对咱的疼，所以已经年老，有时咱甲伊分开伫别位咧工作拍拼。你就有用到什么时间，是就今仔日在这连续假日，你尽办法，就是要转去甲四大人看看。毋是你足有闲啊，敢毋是？毋是你时间足多啦，无地走啊。是你有迄款父母的慈爱，甲你吸引啦。所以较远你就想要去，交通无方便，塞车你嘛感觉嘛甘愿，因为。迄款的感念，迄款的恩典，赢过你的无方便，赢过你就爱奔波，
赢过你就爱开钱，咱来敬上帝同款意思。基督徒若无去经历到上帝上大的慈爱，你来做礼拜就感觉大受无味，因为你感受袂到。啊，所以对应着咱顶礼拜咱兄弟姊妹有读的经文吼，同款讲上帝要求的敬拜是甚物？顶礼拜咱读的诗篇内面安尼甲咱讲，咱读的经文啊，伊讲上帝要求的敬拜是：我看顾谦卑痛悔的人，也爱听遐欢喜听我话的人。一个真正的敬拜是愿意将家己的这软弱不足伫主的面前来交托，欢喜听主的话的人，这是上好的敬拜。啊，所以咱来看讲，今仔日咱读的第2段经文吼，这段真侪人爱会晓背，大概有时拢背这个和合本啦吼，和合本的圣经安尼。但咱对着安稳甲喜乐的途径，保罗真清楚甲咱讲3段真简单的话安尼，咱拢记会牢，因为真简单。兄弟姊妹，伊讲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不时欢喜，继续祈祷，无论任何境遇，拢着感谢。啊，这才是简单啊！安尼毋免伤做解说啦，但是这有加一段保罗伊足强调的话后壁面，伊讲，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遮的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像咧命令讲，这是上帝爱，啊，你就安尼做就对啊，你安尼做，不时欢喜，继续祈祷。伫任何境遇拢感谢。但咱知影讲人生真短暂啦，有个人讲吼，我一世人落长来真短暂。事实人伫做即款的思考的时阵，知影讲，才是一生真短啦。啊，都有一个智慧的人，伊的学生咧甲问讲，人生是偌长吼？啊，这学生拢甲应讲，安尼70当、80当、90当啦吼，有影。这个年过拢是正确，因为现在100岁嘛，足多啦。啊，顶礼拜拄仔咱是这个重阳节吼。啊，即嘛100岁已经无遗憾啊呢。但是这个修道者伊安尼应吼，到最后到底人生是偌长啦吼？有一个学生甲因讲，老师啊，安尼是毋是吼？人生就是一个呼吸之间呐，一个呼吸之间，只有一个呼吸之间，意思讲，若袂喘气，人生就结束啊。安尼，咱用安尼来回顾咱的人生，吼，无论偌长啦，50当、70当、90当、100当，咱基督徒有一个信念，就是讲，你有你的权力做选择、做决定。你是要做一个快乐的人，还是做一个唉声吐气的人？我相信，兄弟们讲啊，牧师这加问的嘛，大家嘛爱安尼，无毋对，大家拢要爱。过着快乐的人生，但是问题是安怎？要安怎做？你才真正得会到。保罗用着真命令吼，会口气吼，讲常常喜乐啊，继续祈祷，凡事拢着感谢，这是中文的吼，凡事谢恩。特别佫强调讲，这是上帝为着恁这的属于基督耶稣人所定的旨意。好。喜乐、祈祷、感谢，你我拢知影，甲长辈图拢共款啦。但是伊敢若强调讲，这是上帝爱遐属于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那既然是旨意，表示讲你袂使无做，啊，若无你讲的遐拢甲长辈图共款，看会过过啊。但第一个常常喜乐，我都有讲，你当选择。大家嘛爱要选择做喜乐的人，但是兄弟姊妹，你若无去找原因，你就无法度得到这真正的喜乐。立志做常常喜乐的人，表示讲喜乐毋是对环境来的，是对你的心境啦。喜乐是对心境来，所以基督徒有迄个责任甲选择。我生伫上帝面前，虽然这个社会充满着变动，侪的困难啊，侪的无平安，拢会影响到咱；疫情的影响，
世界经济影响，事业逐项拢会影响到。但是我伫主的面前，我决志要做快乐的人。若安尼，敢若决志有效无？毋若安尼，是你的心境爱甲上帝的心意结连。有人咧讲，迄个法国上出名的皇帝是拿破仑吼。拿破仑安尼，咱是看伊足风光啦吼，逐项吼拢是迄阵是世界上伟大的君王呢。但是伊家己捌讲，伊讲伫我生命中找袂着6日有快乐的日子。伊拢咧心思念念要安怎征战，要安怎管理伊的国家，要哪甲对敌来征战。伊讲我无快乐的日子。毋过上时有人在描述讲，美国一位出名的教育家，就是咱知影讲臭耳人，搁目睭看袂到的海伦凯勒哈。伊捌讲，伊讲我发现人生是遐尼美妙。一个青眉搁听无的人，伊讲人生真美妙。啊，你到底是外口的权力，你即个丰功伟业，互你快乐呢，还是你的心境？对即两个人来比拼就知影。因为因两人对生命的表达，讲到一个真理，是你要安怎拥有快乐的人生，是在你家己。所以咱嘛有时定咧比拼讲，到底是好嘅人较快乐，还是我即个吼，后个月毋知要食啥，毋知的人较快乐。事实真侪研究拢出来啊，有人讲进前咧做调查，讲世界上快乐的所在，讲伫迄个喜马拉雅山下，迄个尼泊尔，迄个所在欠亏飞机咧飞歹飞，伫遐食物件足无方便，讲遐个人讲上快乐，因为因的需求少，因的威胁少，所以因感觉真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真清楚，讲信靠主来得到喜乐，信靠要得到快乐，是因为你信靠。你虽然你的处境并无想象遐尼好，但是因为你信靠主得到喜乐。罗马书15章13节讲，但愿互人有望望的上帝，因为神将这的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恁的心。互人有望望的上帝，伊才有法度通改变你的心境呢。你看到这个无望望的中间，上帝互你有望望。看起我的事业境遇并无遐尼顺遂的时阵，你对上帝有信心。伊讲就会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伫恁的心。所以我拄仔讲，有人讲到底是好野人较快乐，还是爱做工课的人做劳工的人？就捌听起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富人人吼，伊在甲人做算帮佣就对，做帮站的吼，在甲人斗拼厝的。生活是真艰苦啦，真劳苦，逐日拢爱流汗。毋过奇怪，伊确实一个足快乐的基督徒，逐日拢充满俄罗斯的声安尼。有一日吼，即个伊的头家吼，阿哥来啦，看到即个人讲使用人吼，安尼快乐爱来做工课，搁咧喜乐唱歌，感觉讲足奇怪。讲你是安怎咧快乐安尼？快乐啥货？你做咧工课都也无开我呢？伊讲吼。我是信主耶稣的，伊是我的救主，伊随时咧帮助我。我听起来是这基督徒平常咧讲的话啦吼。但迄个阿哥嘛是好野人，伊就讲奇怪，看拢无呢。你爱遐尼快乐，你前途毋知安怎，你敢袂烦恼吗？你的头家若无爱你，要安怎？你若劳动吼身躯酸痛，袂洗衫要安怎？若有点无好势，滑倒不幸，要安怎？安尼，即个富人人听了吼，敢若讲一句话讲，即位大姐啊吼，你逐摆拢讲若安怎，若安怎，若安怎？伊讲你若即个若安怎吼，甲拄起，你就快乐啊。确实若安怎，确实若安怎？人拢真济，甲迄个还袂来的事，先烦恼变的。讲若安怎，若安怎，我就安怎。但是即个负责人伊就讲，我就靠主，来拢不管啦，不管安怎，我
就是要领受这个快乐。啊，所以这保罗甲咱讲的，讲唔通有遐侪假使啦，大家你困扰，你立志要做一个快乐的人。所以第二项，保罗讲爱继续祈祷，不时的祈祷。祈祷就是甲上帝讲话嘛，联系嘛，目的是为着要甲上帝感谢、阿乐、求宽恕、求恩惠。我想讲，咱福阳教会遐尼姊妹，慢慢建立一个真好的生活习惯吼。咱毋是拿家己祈祷拿听，咱有时会透过祈祷会，有时咱遐尼姊妹佫会用迄个线上的祈祷，即 RPG 的祈祷。做人会想讲，哎呀，祈祷遐济要创啥呢？吼，事实，咱真侪基督徒甲上帝疏远啦吼，因为你频繁祈祷。你愈频繁祈祷，就愈甲上帝疏远去啊！生活中的恶性循环啦，含着这种恶性的原因因为你毋知影祈祷的意思。有人想，哎哟，我都无用啊侪时间要甲上帝祈祷。有个人讲吼，我平安无代志啦，我著逐项好势啥都爱求咧，无爱祈祷。这是误解祈祷的意思，无明白甲上帝讲话迄个心意。兄弟姊妹。你甲你的士大人，敢会有代志才要甲讲，还是你食饱啉一杯茶，甲士大人安尼开讲？谈天说地嘛袂要紧，你敢是感觉讲，甲你的士大人安尼较会有算建立一个亲的关系？事实咱甲上帝祈祷嘛是共款，因为你疼伊，你讲我因为伊的慈爱，我因为伊诚侪我的避难所。所以你就欢喜甲家己的境遇、甲家己的状况讲互主听，因为主伊自然就会照你的需要、甲你的欠缺来帮助你。若是讲有代志才要找吼，这时代人讲你平时无代志拢无要甲我讲话哦。所以祈祷，另外一个就是讲求主赦免。咱顶日所讲的迄个主题讲，上帝以爱遐个欢喜伫主面前谦卑求主赦免。悔罪人，事实求主赦免咱，互咱家己遐毋对，因为主伫暗中立你，互你无搁再犯同款的错误。有时咱想讲甲上帝求赦免改成认输毋是啦。你会家己感觉迄个代志是毋好的，甲上帝求，是因为你望后来袂搁犯同款的错误，敢毋是？有个人真够写迄款的计划报告。我即摆做这代志做了无好势，我检讨，但检讨了就搁重来啊。但是你祈祷无共款，你当检讨了，伫上帝面前祈祷，上帝就互你有气力，通赢过迄个错误。就敢若差伫遮尔尔。你家己会当计划，家己当想，我家己的错误要改变，但是甲上帝讲的时阵，上帝讲是，你既然看重我，我就互你得到改变。搁另外一个祈祷的目的就是求恩惠。将家己所欠的，甲咱的主讲，就像腓立比书内底所讲的。所以兄弟姊妹，伊圣经那迄个好本是讲不住祈祷啦，常常祈祷，不住祈祷。咱有时感觉讲祈祷是那个充电吼。之前嘛捌定讲过，充电的意思是讲，你即摆电动车你若无定定充电哦，你较水的车，几千万的车嘛走袂行。咱基督徒祈祷就是咧充电。因为你等于甲迄个原创造者，咱的上帝连线了后，亲像咱的电脑，咱真侪的软体已经旧啊啦，软体已经过时啊，软体已经袂适应现在啊。当你甲上帝结连用祈祷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好亲像你拢 update 啊呢，你的软体拢更新啊，这是奇妙的事，敢经验的人较知影。所以有信心、无灰心，用祈祷求上帝赐落智慧，有气力来克服任何的困难。因为你深信，即则圣经在所讲的，上帝凡事拢会啊，伫伊无难成的事。耶利米书32章17节安尼讲：主耶和华，你要用大能甲伸出来的手骨来创造天地，伫你无难成的事。耶和华伊有大权能，伊手创造天地万物，所以主伫主的内面无难成的事。拄则咱
圣父长咧带咱做敬拜赞美的时阵，有首祈祷的诗歌。你讲，当咱祈祷的时阵，上帝是要出手来帮助咱。嘛有另外一首祈祷的诗歌，安尼写，咱足侪人嘛会晓唱，讲做祈祷最有气力，少祈祷少有气力，无祈祷就无气力。所以，咱迄个祈祷是因为你看见家己、认捌家己，所以你才会甲主祈祷。啊，你若无认捌家己，你祈祷就无意思，你就无效，你无爱祈祷。啊，所以咱要得到这个喜乐的办法，是因为定定update、定定充电、定定甲主结连，所以你的快乐就随时会得到上帝的补充。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伊讲爱任何境遇中拢会感谢。好啊，本讲凡事谢恩呐。咱拢知影，伫生活中，咱得到平安，毋是理所当然的。啊，人讲平安安全是对天落落来，无啦，无安尼啦。但是呢，咱基督徒学习会晓，逐工为着所拥有的健康、所做的事，向上帝来感谢，学习做一个会晓谢恩、会晓感恩的基督徒。有一个90岁的老姊妹吼，啊，因为伊鼻吼小可有积水啦，吼，感觉喘气足艰苦，啊，所以吼就去互医生治疗，啊，医生甲伊做处理，啊，甲迄个水抽起来了后，啊，佮吼，甲伊讲吼，我这时阵吼要用一寡氧气甲你帮忙，互你较舒服的，吼，但是这氧气吼，爱一罐爱偌济哦，爱足贵的吼，伊讲。爱开啦，无足艰苦的。我真正挂咧，哇！迄氧气有够，就人较舒服。啊，一个好吼，伊做见证讲吼，啊，我从来毋捌想着讲爱为着每项小事来感谢上帝。90年来，我却毋知影讲我会当自由呼吸吼，迄是偌恩典的事啦。啊，当我倒伫床里吼，喘气喘袂出来的时阵，才知影讲吼，连要喘一气都要滚啊10箍，滚啊100箍。啊！现在我会喘气会通吼，实在是极大的恩典。因为当医生吼，甲迄讲插伫我鼻啊，实在是有够艰苦的。所以我会为着会当呼吸来感谢主。遐尼，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嘛。等于你现成的，你家己有你无感觉，但你欠缺的时阵，才知影讲啊，迄学顶的宝贵。我捌看见有一个老牧师讲一段话，伊讲早期吼，咱物质真欠缺的时阵，物质真欠缺的时阵，啊，伫教会中流行一首咱食饭咧感恩的诗歌啦，食饭感恩的诗歌，迄歌词讲提醒咱会当食饭爱感谢。伊讲呐，有人会当食，但是无饭通食；有人有饭，啊，佫袂通食。今仔日我有饭，佫会当食，感谢上帝。伊也是讲，哎呀，从这甲会加讲的，想起来有理呢。现在全世界面临一个危机，就是粮食危机啊。顶日新闻的报告讲咱台湾好亲像定定有迄个风声讲毋知中国要甲咱封锁起来，咱台湾到底有够物件通食无？啊，农粮署就随讲咱会当食规年的，不要紧。现在全世界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的关系，小麦减产，有真侪人枵饿呢。北韩有时若拄着饥荒的时阵无通食呢。啊，所以这段诗歌，若徛伫咱现在遐尼富裕的环境，你无感觉，但是伊安尼唱，真正有影。有人会当食，但是无饭通食；有的人有饭，但是食袂落。啊，所以我有饭阁会通食，啊，我敢毋免感谢上帝。啊，所以讲到最后，就是你的心境嘛，敢毋是？你的心态，若逐项事拢有感恩，你会感觉逐项大事拢是恩典的。啊，所以咱每一工每一件事拢对上帝献感谢，献出感谢。牧师进前常常有机会去韩国来访问，啊，
看见韩国基督徒吼，因真正祈祷吼，变做伊生活中会必备的，就对了。日日到暗拢祈祷，要开车也祈祷，要出发也祈祷，平安到一个所在嘛祈祷。入来礼拜堂，也是入去客厅啉一杯水以前，逐项拢祈祷啦。感谢主，圣神啊，感谢你安尼。是安怎？迄毋是念珠歌，是伊家己一直经历讲，哇！我逐项事吼，感恩我真侪恩典得来。所以圣经甲咱讲凡事谢恩，意思是讲，毋只干那是顺境爱感谢呢，吼，凡事啊，凡事你歹事你嘛爱感谢。这对一寡人来讲吼，特别是理性足强的人讲，哎哟，讲这，实在是听袂落呢吼。这凡事感谢，我拄去出去踢到枕头啊，疼到要死，也爱感谢哦。实在是听起来有影。你若用理性来讲吼，好像足阿 Q 的想法，敢毋是？但是真奇妙吼，真奇妙。不只是顺境爱感谢，伊讲。上帝互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安尼意思是讲，伫逆境中间，永远都要因信来感谢。万事互相效力，足侪人会晓念，会晓背啦。但我感觉这段话嘛是一个密码呢，吼。伊讲只一个密码，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一个大家拢会当理解。意思讲因果关系嘛，万事互相效力。你骑车开车，无要收青红灯，你会发生什么？一定有代志会发生，敢毋是？最近有一张长辈图，安尼画讲一个吼，可能来跳八家将的，穿一束迄个孙悟空的衫啦，吼，伊徛伫迄个一个交通警察边啊，伊讲警察啊，要去西天安怎行呢？吼，警察讲吼，你红灯甲行过就够啊。安尼意思讲，有咧甲你创治啦，吼，就是讲，咱拢知影万事互相效力，有迄个因，有迄个果。你若物件好食吼，食伤济吼，你明仔载你知影。所以。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因果关系大家拢真了解。但是伊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咱无法当避免，逐项代志拢是顺的啊，吼，顺境，逐项拢是好事哦，有时歹事会来。但是伊讲听上帝人得到利益，这句话意思是讲有因果关系，有蝴蝶效应，有真侪咱物理上的人解释的事，但是听上帝会改变，听上帝会改变遐个。迄个物理的原理呢，有时歹事，因为你听上帝变好事。有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啦，吼，讲早前有一个英国的青年，伊真听主，所以就决志献身，要去非洲传道理。但是吼，讲起来是足好事咧，上帝一定会照顾才对咧。无拍算讲，伊要出发的是，因为无细日跋落迄个火车的月台啦，吼。我是去予火车到一个吼，一个骹煞粘回去啊，减一支骹就对。但是吼，这个意外并无减少伊要出外去传福音的决心啦。伊就去住院，互医生甲伊装一支义肢就对啦吼。较早吼，无像现在遐尔啊进步，就装一支叫讲橡皮的树泥的就对啦，树泥的义腿安尼，就去非洲啊。看起来是讲吼哇。安尼祸不单行啊！你安尼搁要去传福音，有人就讲我无爱啊，上帝你也无甲我照顾，伊怎照安尼去？无拍算去一个足偏僻非洲的部落，迄个部落是黑人吼，搁有食人族的迄款部落啦。有一天互掠着，哇！搁歹代志搁来啊！迄黑人看到即个英国的白人吼，迄肉白泡泡吼，就讲这真好食吼。他要食三珍肉，是要食迄个大腿肉安尼吼。哇，拢甲围调准备要来大吃一顿的对啦。但是吼，这个青年吼，伊知影讲，我的性命交互主。伊嘛感觉讲，你要食好来，伊就举一支刀，主动举一支刀来啦，甲迄支吼意思吼，甲切一块起来。讲来送恁食安尼。
奇怪，遐个黑人讲奇怪，这一支刀切落吼，哪会袂流血安尼吼？啊，逐个补一喙啊，讲哪会润条条吼，润，感觉伊肉无好食吼，啊讲即个卖食安尼，啊所以吼，伊煞因为安尼煞得到条性命，无互黑人甲抬去食安尼吼，啊所以伊就感觉讲，伊较经历着讲，伊爱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借着迄支鸡的骹来保全伊的性命。所以你会想讲，足侪人吼，足侪人拄着款境遇中间，哪有可能会想到遮呢？但是听主的人，迄优先是安尼，因为你也毋知影头前的什么结果，对毋对？听主的人要得到利益。有一首真旧的诗歌，有真侪长辈拢会晓唱，是国语的吼，感谢神啦。首诗歌的一段歌词吼，咱周报内底有印，啊，咱第2礼拜会做回应诗来唱。伊讲感谢上帝，祈祷蒙应允。伊讲我得到上帝应允，我要感谢。但是佫第2句讲感谢上帝，我祈祷主无听，啊主无听也咧祈祷，也咧感谢。因为伊无受随听，无受主听，伊的祈祷有缘信任，感谢上帝。这是一个诚实的一个信念。兄弟姊妹，骄傲的人真少是感恩的人，吼，骄傲的人，因为伊总认为家己，哇，伊的价值足悬的，但是伊得的较少，伊拢会怨天怨地啊，嫌东嫌西吼，啊，见怪即个社会。骄傲的人是安尼，兄弟姊妹，安稳喜乐对倒去求呢？毋望咱大家做伙来守这3个原则。咱甲上帝来立约，有决心遵探主即款3个原则，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谢恩。我相信迄个差别伫遮。最后我要讲的是讲，有时咱现在这个社会啊，有真侪叫做什么潜能开发，对无？吼。有真侪遐个大师咧讲激励的演讲啊，你有时啊交困啊辛苦，才会当去上课呢。听起来，逐项道理拢足好，咱无加好认，但是敢若差一项。什么开来咧帮助你安尼？你用你的意志啦，是毋是？迄个潜能开发就是讲，我家己做我的主人啊，我家己会当决定啊。但是吼，人无遐贤，若遐贤就好啊。就世间都无遐艰苦人啊，敢毋是？基督徒是呢，承认家己的不足哦。基督徒是知影讲，我就是无气力，我爱要安尼，但做袂到。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所以我要常常喜乐，我决志要喜乐，我要不住祈祷，我凡事感谢，好啊感谢，歹啊感谢，因为我知影听主的人要得到利益，万事互相效力的中间，伫迄个原理的中间，主要互伊变违背原理，因为主听遐个敬畏伊的人。兄弟姊妹，咱要来吟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听。咱诗歌圣诗哈，圣诗，上帝听痛哪会遐大？上帝听痛哪会遐大？咱吟诗煞来做伙祈祷。184首，咱坐咧吟就好。啊，咱有乐团陪咱唱吼，所以咱规首拢甲唱。因为我
谢主，兄弟姊妹，咱用一个回应的祈祷，咱逐个人伫主的面前，甲主祈祷讲：主啊，我意爱要得到安稳甲喜乐，靠家己气力无够，主啊，我要倚靠你。求你互我因为听主，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追求你，爱你的名的人，用你的恩惠来惹杂我。咱伫主的面前，甲主回应讲：主，我需要一个，因为我要得到安稳甲喜乐。第二，咱为着这个社会还佫咧变动的中间，为着咱台湾伫这疫情还未完全消散的时，求主保护咱拢有平安。第二，咱求主保守，互咱台湾的社会伫最最威胁的中间，咱犹原平安安稳来过。咱为着咱的亲人来祈祷，求上帝保守咱所疼的亲人，伫这个疫情的中间，伫这个连续假日出入，拢有主的保护。咱伫主的面前谦卑来回应，咱三甲来祈祷。天顶的主，阮的上帝，阮欢喜意爱到你的圣殿中敬拜你，毋是因为有甚物义务，也是甚物习惯，是因为阮知影，因为你丰盛的慈爱，阮才有这个福气来入圣殿敬拜你。阮欢喜追求你，诚做阮的避难所，互阮欢喜出声，阮意爱你的名，因为安尼，阮要得到喜乐。我要行事正直，照你的话来行。你要有恩惠，亲像盾牌，四面来围阮。感谢主，安稳喜乐，是因为阮相信主的恩典，阮就要得到。主，阮将台湾的社会交到你，而且疫情还未消散时，阮众人拢有平安。阮伫台湾的社会，求你保守，特别选举要到，有真多的挑战，求你保守互阮台湾的社会，因为照你的公义来行，做你所下意的人，通诚做阮的领导者。主，阮为着教会兄弟姊妹肉体欠安、心神软弱的，求你施落伊离人的心肠。伫连续假日出外探亲旅游的兄弟，求你也保守因出入拢有平安。愿阮今日敬拜。伫你面前得到你的接纳，我领受真正的丰盛，你的慈爱，领受你所享受的安稳甲喜乐。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门。咱这时来请师会，咱来做奉献，请执事来准备。这时咱来奉献。
今日因奉献的时光。请坐。安尼，即位伫咱即个消息报告以前吼，我要先请咱的即个瑞平牧师伫遮无？不要紧，安尼我先做一个介绍啊，咱的新的干事小婉伫遮无？来，小婉来头前一个，不要紧，徛伫遐就好吼。啊来，咱吼。伫后礼拜开始哈，咱的新的干事叫做罗秀婉姊妹哈，要开始伫咱教会做服侍哈，咱甲泡泡欢迎伊一下哈。意思讲后礼拜开始哈，伊就是咱的干事啦哈，咱捌伊的名，若有需要伊帮忙哈，会当找伊哈。也不要紧，小等下啦，这个瑞平牧师入来，咱来请伊讲几句话。来，咱这时要先来做颁奖哈。咱这个奖学金哈，咱要请陈佑长老哈，来主持这个颁奖学金哈。咱的名单有伫这个荧幕顶悬哈。有在场的学生哈，你请出列好吧？好，来，这个名单有伫在场的，请出来好无？来前面哈。代表领奖，代表领奖。奖学金应该大家小姐要来讲，来，那边客气，来，不然一个代表，有无？咱头前的名单念一下来，头前一张，志存有伫遮无？来，汉恩，来，志存，来，搁咱的信礼信贤都来头前好无？来，不要客气哦，哈。互咱甲你祝福一下，搁有。佩仪啦、木环啦、雨涵、志奇、先心，来中间走到中间来，走到中间来。还有无？若无要互因代表哦。好，来，徛中中间不要客气。这个要很有自信才对啊，怎么这样？来，站到中间来，要跟人家给你赞美才对啊，哈。好，再靠左边一点，要照相才好看，来。奖吼看起来无啥吼，30档后你甲恁的孙讲，我有领奖金，你就就有价值啦，敢毋是？要不要拉口罩可以吗？好，拉一下，好来。好，咱请这个瑞平牧师先出题。泡泡啊，感谢恭喜，好，请坐。我们瑞平牧师啊，昨昏项目足幸福请你这位足用心参与吼，请你来讲几句话甲大家说多谢。来，请瑞平牧师来头前来。请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嘛，感谢上帝。伫昨项目礼拜来伫大家互相帮赞，也伫大家祝福甲代祷当中来顺利完成，将一切荣耀归乎咱的上帝。也真欢喜嘛，搁一届来甲大家来讲，就是有这个机会，通伫遮含校务师、教务师，含每一个中职同工，含每一个兄弟姊妹，通伫富强教会做伙服侍，做伙伫遮享受上帝对咱富强教会的疼，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也请每一个兄弟姊妹继
继续为着我来祈祷，特别伫教会开始有侪侪服侍，有无共款的参与，也毋望每一个兄弟姊妹诚做我上好的支持，也诚做我上好的带导者。搁一间，每一个兄弟姊妹说道者，也愿上帝祝福伫咱的富强教会，也祝福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当中，逐工拢经历着上帝奇妙的恩典，甲伊奇妙丰盛的祝福伫咱的生命当中。搁一摆多谢大家，感谢。来，咱来改喙一个，还袂叫唔对去吼。迄个三宝书平安，大家讲一个来。嘿，虽然是少年吼，但是咱是尊敬伊是上帝的奴仆吼。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因为咱敬畏上帝，也听咱的牧者，上帝就听咱安尼吼。好，咱先报告，我来做再来做介绍。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周报第2页，下周是教会的侍奉的奉献主日，咱是由主日学来服侍，所以请咱看第4页第1点吼。咱有制度的家长，咱爱准时将囡仔带来哦，咱会当准备心来服侍。搁来咱看第3点，吼本会主任考甲卢传道一定伫11月12拜6下晡2点半，伫台北中华淡水教会举行红牧的牧师就任教育牧师的受职的感恩礼拜，咱来恭贺咱的柯传道吼，伊嘛伫咱遮认真服侍安尼3冬外，佮若会当去参加的人嘛，欢迎去淡水教会去旅游嘛，想要参加。佮来咱看第5点吼，因为咱第5点咱有第4期的一寡活动足济哦，嘛请咱家己看。佮来咱看第10点，吼，本主日因为咱拄着30年假，所以咱爱心的午餐咱暂停一摆，吼。佮来咱看第6页，咱富强教会周末讲堂吼，咱伫10月23礼拜，咱邀请咱东宁教会社团、台南家庭关怀中协会吼。叶传博干事啊个黄博真的主任吼，来分享因安那推动教会附属乐林长照事工的甘土坛吼，这就是咱的长照的事工。佮若欢迎咱的兄弟姊妹有想要参加，咱尽量来参加。吼，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咱今日真欢喜，有真侪的新朋友来咱中间吼，特别我来做介绍。头一个要介绍就是咱的这个魏依玲小姐啊，个何明正哈，两位伫头前，咱徛起来欢迎一下，欢迎恁。好，欢迎哈，我们请坐哈。咱看到伊穿着迄个背心，咱知影讲吼，这个魏依玲小姐哈，伊今日即届要出来参加咱这个自强里是无？吼，自强里长的选举哦，吼，少年。即马选里长愈来愈少年哦，吼，好，祝福你哈！上帝甲你同在，常常来参加咱的聚会哈。过来是咱今仔日这个乐团吼，真感谢主，因足用心来准备，来献出美丽的这个音乐。中间的有几位吼，是咱外口的会友吼，咱要甲介绍一，头一位是咱蔡梅芳传道，梅芳传道，欢迎欢迎一下，嗨，梅芳传道。多谢，真济吼。伊吼，安尼真够有琴。伊本身嘛是传道呢吼。伊有伫咱台南有一个信望爱基金会吼，专门咧关怀遮个老人、弱势者。伊也做乐团的团员，真感谢主。第2位是林玉安弟兄，欢迎你哈，欢迎玉安弟兄来。伊嘛是咱乐团的之一啦吼。佫一位是苏云溪哈，好来云溪，蔡云溪，对不起，按写唔对去哈，注明唔对去，蔡云溪哈，多谢你，名有注明唔对去，歹势哈，是蔡得对。好来这团员吼，因今仔日有真好的服侍，咱有看去讲，有乐团参加咱做礼拜哈，继续有迄个气氛吼。佫有一位吼，来，佫有一位。来介绍一下，我这名单有伫遮无？
好，另外哈，好来欢迎来泡泡欢迎伊啊，欢迎。歹势，我可能有漏搞去哈，名单无伫遮，歹势。过来吼，咱嘛阁有其他的好朋友伫咱中间啦吼，咱来介绍就是讲，咱昨昏咱瑞平牧师就任吼，啊，咱政法牧师的小妹啊，伊嘛是牧师娘啦吼，叫做曾美芝，啊个杨君典吼，因啊个留伫遮参加咱的聚会，咱欢迎因好无？伫遮无？来，徛起来欢迎恁哈，欢迎。咱政法牧师的妹妹吼，本身嘛是牧师娘吼，杨牧师娘吼，哇，欢迎吼。啊，君典是你的细囝吼，啊，欢迎你吼。啊，留伫遮参加阮的礼拜，感谢主吼。过来是咱的信昌长老的阿嫂方胜华姊妹，来欢迎你，胜华姐妹哈，欢迎你哦，方胜华姐妹。啊，咱的胜华姐妹拢有参加咱的迄个鼓励小组、幸福小组啦吼，真欢迎。啊，来，阁有3位啊，是咱对高雄新生教会来啊，陈冠豪、蔡泽芳甲陈宣恩，有伫遮无？来，欢迎你们，欢迎恁哈来参加聚会，多谢哈，多谢。啊，有一两个补充报告，啊，咱来做介绍，来报告才结束吼。来，咱的同工阁甲转去迄个咱礼拜程序吼。啊，这是咱即个。理财有道吼，啊，咱即期有足侪人吼来结业吼，啊，咱等下第2场礼拜有一位的啊姊妹吼，咱要来做见证吼，啊，咱真感谢因，啊，因安尼足用心参与吼，后一期要搁开始啊，大家欢迎来报名。即张图卡就是咱周报内底报告吼，即个哀伤陪伴吼，要搁开始啊，啊，咱周报伫即个第几页呢？伫即个第6页的所在吼。啊，因为咱是讲一张本吼较无彩啦，咱用图卡寄互咱，啊，咱周报有写，啊，咱若有感觉讲有你的朋友，也是身边的人有拄着亲人离开，啊，心内哀伤，咱有一个足好的课程来帮助你走过这一段难关，吼，流泪的日子，啊，这个课程已经3、4年啊，足有效果吼，啊，你若讲有需要，咱去这个招台岛摕一张来甲因介绍，啊，甲招呼吼，啊，咱基本拢线上的啦吼，拢线上的。到第2张，一张是啊，迄字较细字看无，迄是要互你示意一下而已啦吼。这是啥物呢？这叫做智慧的决定，在你离婚前。咱知影现代社会吼，婚姻困难的真定啊拄着，啊，咱要安怎有一个智慧的决定吼？啊，这课程嘛真有帮助。啊，是不是对普通的夫妻无迄款问题的人，买咱看讲，到底会拄着啥物困难，有啥物问题吼？啊，咱即个课程会帮助咱，互咱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吼，幸福的家庭安尼吼。啊，这咱大家参考，若有需要会当楼骹去摕到即张传单，啊，若无需要就无摕吼。啊，佫一张是咱即个杨道诺牧师哈，杨道诺牧师有定要伫10月19，就是拜三，伫咱附近的灵牛堂吼，要举办一个祷告复兴特会。啊，咱教会真侪人参加 RPG， 就是伊来推动的吼。啊，去遐接受操练吼。差不多应该是伫暗时7点半，哈，伫咱的即个灵牛堂，欢迎咱大家踊跃去参加，小组大家小组去参加吼。好，今日节目有较济吼，时间较无够，多谢，咱报告到这，咱就做结束，谢谢。上音，请咱来吟上音的诗歌，愿上主大人来，请咱起立吟全诗，吟诗刷请夏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人啊，念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应更偏就你应主。宽泰灵，主诚心保守你对真是高永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扶持，
因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默祷，乐团要做后奏，安尼才来结束。咱默祷。咱在场的兄弟，做伙斗唱好无？做伙唱来。花莲的白阿花，春天的。
咱做用一个拍声，多谢。咱为着乐团甲献歌队，多谢因。咱大家互相请安，愿主顺利平安，多谢。大家顺行。